一群4到5岁小朋友随着音乐的跳动加认真的演奏，都要对细汉开发因艺术天分。特别伫疫情的冲击，老师竟带咱因来到户外分享在家，还是做公益。特别要过年，社会节角落也受高端需要帮助的弱势，所以伫美约大安北区分校号召之下，除了家长观看响应，嘛结合阿哈饭店专门替独居长辈准备的一顿年菜组合，上午正式关键，场面相当温馨。如果能够把音乐又结合公益，那就更好了。所以饮料里它刚好是阿霞饭店，它能够做餐点，所以在办了2场为罕见疾病基金会的游乐园之后，我们想或许还可以再做什么，然后恰巧看到一个期刊上面写的，独居老人是志工要掏腰包自己去购买餐点，那我觉得很不舍，所以我才想，或许我们过年前来办一场独居老人的年夜饭。因为其实现在疫情的关系，也没有办法办大型的聚餐活动，那也很可惜。但我们还是希望用不一样的方式，把这些东西分享给所有的一些独居老人，或是大家，可以让我感受到一些温暖的爱心。关键记者会中，中西区区长萧泰华、议员洪永峰、陈英丁甲社会局科长拢出席共同见证，连小朋友嘛成为公益小天才，感谢各界共同出席这份爱心行动。感谢这么多人的分享与爱，期待更多有能力、有实践力的好人共襄盛举，分享给所有的居长辈们一顿暖乎乎的年夜饭。消局表示，这摆爱心便当锁定中西区20里73岁以上，总共有95位独居的长辈甲低收入户受到帮助。会中区长嘛代表献上感谢状。这次我们总共对我们中西区，我们有95位的独居长者能够有这样的一份年夜饭，爱无限的一个温饱那也感谢这样的一个义举希望说能够发挥我们大家能够一起来共襄盛举让我们能够大家都知道说，让我们能够知道说社会处处有爱心不要只讲嘛，伊会将小小的便当送到弱势手中，相当的感动。有责任强调，透过民间艺术，来要美化人生，还是爱心公益，嘛是一种幸福。因会继续办落去，邀请大家1月31号到庭过来因料理，参与爱无限的园游会甲音乐响宴。台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